Bookey Mimi 幸福治癒貓陪住你，拆解所有情緒問題。有沒有不知為何不快樂的時候？明明沒有發生大事，卻莫名其妙悶悶不樂。別人問起，連自己都答不出所為何事。這種鬱悶感真讓人難受。或者是生氣時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行為，事後又後悔不已。這些都是大腦以為你有危險，為了最大程度保護你而產生的反應。為什麼有些人能快速回復常態，但有些人卻會被情緒的泥凼拉得越來越深呢？下面就把情緒和大腦的運作機制說清楚。人體的大腦運作永遠是情緒先來，理智後到，這是邊緣系統 （Limbic System） 的運作法則。邊緣系統是大腦深處掌管情緒的核心區域，系統中有兩個重要的情緒硬件，第一，杏仁核 Amygdala， 第二，海馬體 Hippocampus。 它們各有不同功能。杏仁核是情緒總機，核心原理是反應比思考快，可以想像為直覺警報器。海馬體是記憶資料庫，其功能是儲存經驗，也可理解為儲存器。另外還有個大人物，大腦的前額葉 Frontal Lobe， 是負責做決定，可以理解為理智總監。他一出馬就能安撫情緒。現在清楚情緒系統的三個核心成員，分別是負責感覺的杏仁核、負責記錄的海馬體，以及負責控制、分析、延遲滿足的前額葉。三者的工作各有不同。杏仁核負責產生感受，比如害怕、焦慮、生氣、開心等。海馬體作為資料庫，自帶一套保命機制，會優先讀取不好的回憶，並加上放大器，防止你陷入任何危機。前額葉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啟動運作。現在對大腦的情緒原理有了基礎了解，接下來就能找出悶悶不樂的原因。這裡會從情緒反應步驟、出現情緒問題的路徑、擺脫情緒問題的方法三個部分來講。情緒反應的第一步，外界的刺激令杏仁核這個情緒警報被觸發。在反覆回想時，杏仁核把微小的不安放大成強烈的焦慮，讓身體一直處於緊張狀態。情緒反應的第二步，前額葉未啟動分析、規劃功能，行為便被情緒主導。這段理智不在狀態的時間，便讓人在情緒循環內打轉，而非着手解決問題。情緒反應的第三步，大腦中會優先記住讓你不安的事。在海馬體這個記憶庫，先提取負面片段，如過往的失敗、被拒絕、被誤解的回憶片段，進一步強化負面感受。那為什麼會最後演變成情緒問題呢？因為累積了太多負面經驗，使杏仁核太敏感，一點點刺激就會觸發警報，導致前額葉來不及上線工作時，
大腦就已經從海馬體抽取並播放不好的回憶片段。杏仁核異常的常見表現為反覆思慮、睡不着、擔憂未來。前面提到，前額葉處理資訊需要時間，情緒因而有搶先佔據主導權的機會，理智只能隨後趕上，所以我們才會控制不住自己，讓情緒爆發。尤其在壓力大、捱夜、空腹、長期累積負面感受時，更容易被情緒主導。加上海馬體本身就有負面記憶更鮮明的篩選機制，只提取負面回憶片段，讓你只看見壞的一面，忽略可能好的地方。於是人便在情緒裏越陷越深，導致茶飯不思、無心工作，對生活失去動力，進一步加劇情緒問題的惡性循環，最後成為揮之不去的問題情緒狀態。接下來我們該如何擺脫情緒問題呢？其實有不花錢、不吃藥的方法。學會以下3步：第一，命名情緒；第二，用動作延遲30秒反應；第三，表達出來。原理是，當你說出情緒的名字，大腦便會從失控模式切換為觀察模式。接着用動作延遲30秒，這段時間可以喝水、深呼吸，再決定要說什麼、做什麼。最後，把腦中的想法用書寫或傾訴的方式告訴自己：我知道你在發出警報，是在保護我，但先冷靜看看。這樣一來，原本要主導你發脾氣的情緒就會被一步步安撫下來。是不是心裏有個疑惑？為什麼是30秒？這就要把情緒反應的時間列出來。外界刺激在0.1秒就能觸發杏仁核的警報，隨之而來的壓力激素，即腎上腺素，約10至30秒才會逐漸下降。前額葉至少15至30秒才重新上線，奪回掌控權，理智才趕到。所以先穩住自己30秒，就能避免贏了爭執卻輸了全部的局面。明白了大腦的情緒運作規律，了解情緒的產生與調節方式，接下來就可以用這些知識去疏導失控的情緒。首先給情緒貼標籤，當情緒警報響起時，先貼上這不是事實的標籤，從沉浸情緒切換為觀察情緒，接着用感官眼、耳、口、鼻、觸覺把自己拉回當下現實，比如看窗外風景、聽音樂、吃一粒糖果、聞一聞香薰、摸一摸毛絨公仔，別只困在腦中的想像與回憶片段裏。最後，分辨起因與當下選項，區分可控與不可控的事，專注做自己能主導的事。鼓勵大家不用想盡辦法消滅壞情緒，而是學習掌控它。如果覺得孤單，可以把 Bookie 咪咪當成朋友，留意他的動向，在閱讀資訊期間種下正向心靈種子，讓它在心中慢慢生根發芽。一個人想不通的時候，看看 Bookie 咪咪的文字和圖畫，吸收滿滿正能量。最後，複習本章重點：情緒反應其實是大腦在努力保護你，控制情緒，
便是長官自己的思考方向。針對杏仁核的過度反應，我們可以這樣調整：把反覆糾結過去的漩渦轉為總結經驗，把擔憂未知的未來轉為規劃下一步能做的事，把身體自我消耗如失眠轉為自我關懷，主動去做該做的事。該吃時吃，該喝時喝，該護膚時護膚，該運動時運動，該梳洗時梳洗。沒什麼想做便去找點事做，什麼逛街、看書、唱歌、跳舞、畫畫、上樂器班、上語文班等等。身體力行告訴大腦：我沒事，我還能做這些，能快樂起來，別擔心。Bookey Mimi 幸福治癒貓陪住你，拆解所有情緒問題。